彩云之南，苗族同胞多居住在深山密林，鲜为人知。今天，他们五彩斑斓的服饰，像一朵朵奇葩，飞越层层山峦，让世人惊叹。就像一个个穿越时空的密码，引领我们去发现，去探寻。乘着农闲，54岁的罗秀珍老人开始织布。每年，老人都会用这台织布机织出一些布匹，除了自己用，还给自己的女儿、女婿和外甥做些衣服。用这种传统的方法织布，老人自打记忆开始，年年如此，从未间断。从小就8、9岁就开始学布嘛，就是骑马到10来岁就开始会织布了。老人所在的这个村庄，距离昆明市区只有70多公里。这个紧邻繁华都市的村庄，能够把这个古老的传统保留下来，也算是个奇迹。人家哥哥说是莫做了，你老了。我还不是，哎呀，我做惯的，我太想做了。纺线织布的活计，老人做了几10年。起初，老人似乎不太愿意多说，聊得多了，老人才慢慢地为我们打开了话匣子。老人告诉我们，以前在村子里纺线织布，这是苗族姑娘必须学会的一门手艺。谁家姑娘绣得好，就说谁家的姑娘最有能耐，最有出息。苗族姑娘在未出嫁之前，都要亲手制作一套嫁妆，从制作到完成，少则1、2年，多的甚至要3、5年。自古以来，苗族人寓以世代口耳相传的苗族古歌、传说以及苗族服饰，记述着生活中的点点滴滴。定居的生活并没有使苗族忘掉先民那段漫长的迁徙和征战历程。为了铭记所遇到的各种事物，歌颂祖先的聪慧果敢，苗族人用五彩的丝线将那段记忆巧妙地融汇在服饰之中。在滇东北次方言的苗族中，服饰的图案有这样的解释：肩部的红色几何纹饰，代表祖先曾经居住在田园肥沃、山川秀丽的长江以北的广袤大地。后背配饰一块方形背牌，代表固若金汤的城池，象征祖先曾经创建过繁华兴盛的城池家园。百褶裙上镶嵌的纹饰，分别代表祖先迁徙途经的黄河与长江。事实上，对服饰上图案的解读，在民间有好几个版本，即迁徙路线说、军事地图说、堡垒战甲说、田园农耕说、黄河长江说。今天，全国各地不同支系的苗族服饰总计多达100多种。云南的苗族同胞属于苗语3大方言区的西部方言，由于历史和长期散杂居住的原因，服饰也各具特色。
这是火麻，苗族同胞美丽的服饰，正是取材于这种天然的植物。从地里收割回来，晒干，这种富含纤维、绵柔而筋道的植物，将在罗秀珍老人手下发生奇妙的变化。首先，老人需要把麻劈开，工具不是刀，而是手。粗糙而干燥的纤维划过老人的手指，所产生的摩擦，想必是常人难以忍受的刺痛。不是伤手了，补不起来了，还有些个天把就可以剥了。每剥完一颗麻，老人去掉绿色的表皮和附着的尘土，麻线的雏形就这样出来了。老人说，将这些麻线全部连接起来，并在纺车上绕成圆圈，经过高温蒸煮漂白，就变成了现在的模样。要从成百颗麻线中把它分离并连接起来，这个环节需要时间，更需要耐心。纺车回了又去，去了又回，接好的麻线也在老人的身旁不断地转着圈圈。时间就在这停停走走中不知不觉过去了。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岁月也在老人头上留下痕迹。这两天，村里正在排练芦笙舞，老师是从山外请来的。虽然村里有几位也跳得不错，但他们大多到山外打工去了。据说有的还赚了大钱，正筹划着回家修大房子呢。村子这边，罗秀珍老人也在忙碌。老人将头天整理好的麻线一股脑地摊在地上。我们到现在才知道，罗秀珍老人如今孤孤单单，一个人，一个家。老花也不在了，就是那小那个姑娘也不在了，就是光有我一个了。原来，罗秀珍老人一家原本4口人，融融乐乐，生活虽然苦点累点，快乐的时光也不少。谁知几年前的一次重病，老人的丈夫不幸离开了人世。极度悲伤的罗秀珍老人带着2个女儿相依为命。1年后，老人的小女儿因怀念自己的父亲，过度悲伤，在23岁这个花季的年龄，也永远地离开了这个家。老人对我们说，他的小女儿对苗族的这些传统手艺心灵手巧。我2个女儿都我教了会呢，从小就11、2岁就学我一样，就是会做。小女儿早年花1年多功夫绣的一个背带，非常精美，后来被慕名闯入村里的山外人以收藏展览的名义拿走了。家中老人只有女儿当年绣的一个小背包，作为永久的纪念。这个包包还不是都一定会做起，我自己配成了。在麻线上撒上一把泥土，老人这是要做什么呢？撒这个土嘛，先不会乱。一个人们就不是撒这个土嘛，好挂线。有时间了嘛，一天还
忙不得嘛，一晚上我还不是点着电灯，要做到，他是要做到3-4点才整得出来呀。接下来，老人要把这6堆麻线拧在一起，然后缠绕固定在铁钉上。现在我们清楚地看到，当初老人撒上的泥巴正发挥着神奇的效果，被拉拽的麻线破土而出，而其余的麻线受泥土的压力纹丝不动。我们不知道这是老人的发明，还是千百年来苗族先辈们积攒的智慧。老人就这样不断地来回转圈，麻线也变得层层叠叠。老人说，经过这道工序，再经过漂洗晒干，就成了苗族人织布的上等面料——棉线。正当罗秀珍老人在自家院内忙活的同时，远在几百公里外的文山市，苗族同胞陶丽媛也正在赶制衣服。与罗秀珍老人不同，陶丽媛拥有自己的印染厂，主要是批量生产苗族服饰。我们每一年基本上都要做3万套服饰，发到国外。发到国外呢，目前我们发的最多的就是美国。云南文山素有3七之乡的美誉，而近些年来，文山苗族的服饰因其款式新颖时尚，市场对路，很多生意甚至做到了国外，名气也不小。这里是江花民族印染厂，厂房不大，也没有我们想象中的气派。由于正值国庆长假，除少量员工在赶制衣服，多数都在休假。这位是陶春丽，负责厂里的日常管理。这条百褶裙在陈列室十分抢眼。据说它的来历还有段故事呢。那时我们下到村子里面，这个村子很偏，我们到这个村子里面收集，然后就都作为一个老大妈嘛，这就把家里面的一些旧的不用的服饰踏出来外面，准备要不用的就丢掉。然后我看到，我一眼就看中了这条裙子，觉得非常好，我就跟他说：“大妈，你这条裙子要多少钱？”他说：“哎呦，你喜欢啊，你喜欢你就拿走。”我说：“不是，我一定要开钱给你。”但是这个老大妈嘛，她看见我很诚恳，左说右说，她都不要钱，所以我觉得这条裙子的嘛，她在我心里面是独一无二的。据说这条百褶裙已经有50多年的历史了，裙上的300多道褶皱，如果全部拉直，足足有10米长。即便用我们今天的审美眼光看，无论从色彩搭配、纹理图案，还是蜡染和刺绣的技艺，都令人惊叹。有人说，百褶裙最能代表苗族，它是苗族服饰的珍宝。在云南民间有这样的民歌：深山苗寨住苗人，苗人穿的是苗裙，风吹草动人也动，裙动裙来人动人。这位是陶丽媛的母亲，她现在要为我们演示的是苗族的蜡染技艺。首先，把布铺开，抚平，用专用的刻刀在白布上画上有痕迹的图案。图案的大小、疏密完全靠老人的经验。一般是规则的几何图形，如直线、方形、棱形、丁字形、之字形、圆形等。
接着将黄蜡放入容器里，用小火融化，用蜡刀蘸上蜡汁，涂抹在已经绘制好的图案上。蜡染使用的蜡刀很特别，其结构有点像一支蘸水钢笔，其笔杆用竹棍做成，称为刀把。笔尖是3片离滑形的铜片，称为刀片。铜片之间留有缝隙，用以储藏蜡汁。绘好图案后，将布放入染缸浸泡数小时，再捞出放到清水中涮洗，以除去多余的染料，然后放入锅里将蜡煮化，再放到清水里漂洗。这样绘画时着蜡的地方因染料无法附着而成为白色，原先空白的地方则被浸染上了颜色。在文山，苗族传统的蜡染布主要用来缝制妇女们最喜欢穿的百褶裙。由于蜡染工艺繁杂，用的时间也特别长，所以在工业化的生产上已经很少见到像老人这样的手工制作了。云南苗族服饰百花齐放，旖旎多姿，是中国少数民族服饰百花园中的一朵奇葩。今天，云南的120多万苗族同胞，在这片神奇的沃土上，勤奋地耕耘着，幸福地生活着。他们的服饰就像一道道流动的风景，张扬着这个民族的个性，诉说着对数千年迁徙史城挥之不去的点滴回忆与纪念。